如果一隻狗咬死另一隻狗，責任係咪只係屬於狗狗自己呢？上星期，香港接連發生2宗嚴重狗隻襲擊事件。每次發生呢類事件，社會好容易就會將焦點放喺2件事：隻狗係咩品種，應唔應該人道毀滅？但真正值得關注嘅可能係另一件事。元朗涉事狗隻其實早喺7月已經涉及另一宗咬傷狗隻事件，當時狗主已經收到警告，但1個多月之後，同一隻狗再次喺無狗繩、冇人陪同嘅情況下出現，最終釀成悲劇。所以問題係第一次出現風險之後，有冇真正咁處理？香港有法例，澳洲都有危險犬隻嘅風險分類，但係再嚴格嘅法律，如果只係事故發生後先追究，都未必足夠。而且大型犬唔等於危險犬，特定品種都唔等於係天生兇猛。真正需要管理嘅係狗隻嘅實際行為、飼養環境、過往記錄同埋主人有冇能力去控制風險。狗狗唔識法律，亦都唔可以自己選擇主人。所以愛護動物同埋追究主人嘅責任，從來都唔係兩回事。真正嘅動物保護唔係放任，而係由人承擔返應有嘅責任。